头阵安尼。所以因咧韩国的教会史是最遮的上帝的仆人血汗流落去。我感觉讲，若是安尼的时阵，咱要追求一间英神一人的教会，咱来甲看见。伫迄个过程一定有真济流落水的典范。所以我今仔日毋是要用什么教会，我要倒转来到伫圣经的内底，特别伫教会历史，伫今仔日这段经文《使徒行传》11章，伊有提到着安提阿的教会。伫《使徒行传》伊有分做3个阶段，头一个阶段是伫耶路撒冷，第2个阶段伫安提阿，第3个阶段就是到伫罗马。所以咱会看见整个的教会的历史，伊是有迄个承接耶路撒冷水的信仰的传统，但是了后，伊安怎伫安提阿的教会受压迫，伫遐安怎来起造信仰的根基？但是信仰根基起造了后，毋是干那伫遐就心满意足，伊阁爱将福音阁传到伫外邦的所在。所以咱要对安提阿的教会来看，要安怎？和咱伫教会甲社会的纪念主日，咱今仔日咱的教会要安怎甲即个社会会当连结做伙？咱的教会要安怎会当伫社会扮演真重要的角色？所以，咱要对今早起这段中间，咱来看见英神一人的教会，伊有几个特点。伊是一个满有信心的教会。咱倒转来看今仔日的经文。特别伫遮有讲到着司提反的事件，到底司提反的事件是啥？伫倒转去到伫第7章，原来司提反伊是一个圣神充满的人，但是司提反和当时的人，因感觉伊的信仰甲因是有冲突的，所以因全咧将伊带到伫城门的所在，因用石头甲钉。所以当时要钉石头的人，就将因的衫交伫一个少年人，迄个人的名叫做扫罗，伫遐在甲顾衫。但是想袂到，伫第7章迄个顾衫迄个少年人，伊足有热心的。但是伊到伫第8章、第9章的时阵，伊大发热心，伊讲：我要到伫耶路撒冷，我要来去压迫遐基督徒。想袂到，伊伫大马色的路上，伊去拄着耶稣，伊大跋落马骹，伊去看见光，所以有声对伊讲，伊问讲：你是啥物人？伊讲：我就是你所困着的耶稣。所以咱阁继续甲看，这位扫罗，伊去经验着耶稣伫伊的生命，伊人生180度转变，伊对一个压迫基督徒的人。反倒等于伊看细项的逐项做本色，伊诚侪传扬福音到伫外邦的一个基督徒，伊写了侪遮的批信，保罗的批信。所以咱来甲看第11章这段经文，伊讲司提反的事件，信徒就被压迫，逃到伫逐个所在，有的逃到伫安提阿，因逃到遐时，人讲死的死，逃的逃。当时耶稣受定的时阵，11个门徒嘛是共款的死的死的，逃的逃。搁一个搁甲出卖。等到什么时刻，这已经无胆的这基督徒不彼得，伊才搁重新倒转来。伊伫遐，耶稣对伊显现3摆。搁一遍甲讲，彼得，你听我嘛？你若听我，你就去饲羊仔，我的羊仔囝。想袂到彼得，伊伫教会历史的时阵，伊真正伊重新生命被改变。所以咱甲看见，这个使徒，因嘛有经历彼得对因这个信仰的教导，因就逃到伫安提阿，因无累志，因反倒等于犹太人传福音，
外邦人传福音。所以即种人拄着困境、拄着压迫、拄着试炼，因阁勇敢传福音，即种人是需要是有信心的人。但是特别因的信心嘛累积的时，因就去请什么人？因就去请巴拿巴来甲因帮赞。因为因伫即个所在，伫遮咱来看22节，论到遮的人有消息传到耶路撒冷，因就找巴拿巴去安提阿。因就找巴拿巴，迄个巴拿巴伊就是信心充满的人，所以巴拿巴因满有信心，伊就到伫遮受苦难的百姓的中间，伊来坚定因的信仰。所以英神一人教会伊有一个真重要的特质，伊就是信心的教会。再来，伊是满有能力的教会。咱继续甲看，因就要看见上帝的能力，甲因三甲之地。上帝的能力甲因三甲之地，伊讲因已经到看见上帝的恩，看见上帝的恩就欢喜，苦劝众人用心志结连伫主。伊苦劝因爱甲主三甲结连，因为伊是好人，有圣神甲信满满，对安尼加添侪人归伫主。所以对的人才会当做对的代志。所以这个巴拿巴，伊就伫遐来坚定因的信，佮伫遐因是满有上帝的能力甲因三甲之地。所以即间的教会是啥？第三项。伊是福音果子结实累累的教会，侪人看见巴拿巴伫因的中间是满有上帝神同在的教会，所以因就生团侪。所以即间的教会，佫是什么教会？第四，即间的教会是上帝祝福的教会，所以因三甲聚集的时，因就欢喜，因就充满喜乐。充满上帝恩典、感纳、祝福的教会，所以咱看见，哇！因生团侪会友足济时阵，哇！有可能人若济，就会变成做有问题。要安怎伫遐继续因的信仰？所以伫迄个时阵，因去大数找扫罗，已经拄着，就带因来到安提阿。因伫教会中间聚集一年，所以咱敢会知影，扫罗是有智慧，伊阁是经过耶稣，互伊去拄着，所以伊来到伫遮，对遮的安提阿的兄弟姊妹做啥？伊做信仰的教导有真年久，所以因嘛是满有教导的教会。因透过保罗，透过巴拿巴，伫遐伫真道的顶面。真好的造就，透过信仰的扎根，互因拄着顺境、拄着逆境，因拢会当徛好掉。所以咱阁看见，即间的教会阁是啥？是充满见证的教会。所以咱看见，伊伫遐一年久，甲因教导了，阁学生称做基督徒，是对安提阿开始。所以，这个信徒称做基督徒是为倒开始，就是为安提阿教开始。所以，当迄时有侪人，因就去到伫遐。所以，咱看见这个基督徒，因就是军队耶稣基督的门徒有好的见证，因要成做小基督，因要成做基督徒。所以，成做基督徒，因爱有啥物？因是爱有疼心，所以咱看见当时伫激流丢的时阵，因遐拄啊饥荒，所以拄着饥荒、拄着灾厄的时阵，因要安怎？因发挥因的疼，因就奉献因的金钱，就透过巴拿巴、保罗，因就摕去到伫遐个受灾难这兄弟姊妹的手中。所以两位兄弟。咱要安怎起做一间英神益人的教会？咱需要靠传教者，靠咱的中职，还是咱要靠啥？我要去一间较细间的教会，因的教会是用租的，
因讲啊，阮的教会足细间的啦，阮嘛无财产啦，阮即个愿望一个上大的愿望，就是教会大家欠钱了，会当买一间属伫阮的教会。所以有人伊会感觉讲，教会是啥？上大的资源就是爱起一间富丽堂皇、足水的礼拜堂。两位兄弟，可能咱树林教会，咱毋有真水的礼拜堂，咱嘛阁有教育馆，咱阁有上帝替咱备办的，这个到底真正教会上介大的资源伫倒？树林教会上大的资源伫倒？我相信，伊毋是干那这个建筑物，可能咱百多年，咱有咱真好的组织结构，咱有140几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传统。其实，树林教会咱上大的资源就是在座咱的兄弟姊妹，恁才是教会上大的资源。我伫马街病院，我会记得，阮拄着2004年的时阵，SARS 的时阵，哇！伫遐的时阵，咱拄着遐尼大危机嘛，伫遐个当时院长就问讲：恁知影咱的病院上大的资源伫啥？就是咱在座。你若惊的人有想要离开嘛是会再转。结果咧，在座的无论是做主管的兄弟姊妹，特别伫迄个SARS的期间无人走，反倒转去共体时间，伫迄个患难的中间。所以今仔日树林教会，咱有经过这百多年，一定有经过侪上帝备办这传教者，咱的前辈，咱的长辈。咱的兄弟姊妹有钱出钱，有互相目屎，有大家人彼此关心的，就是因为树林教会有咱在座咱的兄弟姊妹，咱共同去甲伊建起来，